廣播小品左輪由你知，收回陳皮嘅出圈密碼，編劇子清，劇中人物蘿蔔妹由婷婷演繹，國產全由施恩演繹，包兄由韋照演繹，德叔由振豪演繹。呢一塊咧個色就深啲，呢一塊啲色就淺啲。呢一塊香啲，呢一塊冇咁好味。唉，真係同皮唔同味啫。阿包兄啊，你乾培膠乾好未咋？你唔好催我啦。阿 Wing 嘅舅父想試下啲正宗嘅新會陳皮，我咧就咪話寄俾佢嘅。但係而家啲陳皮，我真係唔敢亂買咧。網上嘅幾廿蚊一斤又有，幾千蚊一兩又有，好難分啊！你哋呢度有咁多款陳皮，俾啲時間我慢慢揀下吓。哦，原來係想討好味蕾求更老爺。咦，包兄，全哥買陳皮啊？係啊。問我啦，我全記招牌菜陳皮骨、陳皮鴨、陳皮絲蒸魚頭，樣樣都係用陳皮。我可以話係陳皮嘅專家。我幫你睇下吓。嗱呢塊咧就應該係10年。前哥佢塊係3年皮咋？哦，3年，我話嘅係至少3年。陳皮呢家嘢咧，年份咧就越來越香，3年咧已經可以叫得入門級陳皮。唔錯噶啦，唔錯噶啦。阿全哥，我而家咧唔係要吹水啊，係要真係買堅嘢，正宗嘅新會陳皮。點樣分真假啊？開佢嘅身份證咪得咯。陳皮身份證？咧個包裝上面有索驗二維碼噶嘛，一掃咪哋喺邊知正幾時摘變個假梗噶咯。咁神奇？睇過新會天馬村種植2022年採收，乾倉陳化。咦，咁清楚噶？哇，連棵樹響邊個位置都知，好似裝咗 GPS 咁喎。包兄，你想買到真嘢好嘢，就要認住佢個證明相表。哇，果然係馬上安全啊！全哥，你啲陳皮咖啡真係正啊！使乜講啊？我遲下仲開發陳皮鴛鴦、陳皮紅豆冰。阿全啊，德叔，咩事啊？德叔，咁嘅，我係嚟交功課嘅。你教我整嘅陳皮鴨，屋企人咧都讚不絕口。我啊專登咧攞嚟俾你試下嘅，睇下咧我做得合唔合格。哇，德叔色香味俱全噃，一睇就知高分啦。我都可唔可以試下先？可以，快啲試下啦！德叔啊，陳皮醇香，一試咧就知你用咗靚陳皮喎。你教㗎嘛？呢味菜嘅核心咧，就係要用正宗嘅新會陳皮。我啲陳皮冇花冇假噶。阿蘿蔔妹咧就教過我，要買正宗嘅新會陳皮，認準證明商標。佢話新會金同埋新會陳皮都受到國家地理標誌保護，有嚴格嘅產地同埋質量標準，從田間種植到倉儲陳化，從感官品評到質量追溯，都有一套完善嘅標準體系。掃個碼就知道佢係咪堅噶啦。我哋嘅新會陳皮連續3年排中國區域農業產業品牌影響力指數第1位，由2006年開始，新會陳皮同新會金都攞咗國家地理標誌保護，呢個口碑呢，我哋梗係要保護好佢啦。係啊，嗱，我嘅陳皮呢，唔係買嘅，係自己摘金、自己曬、自己陳嘅。我細個嗰陣時呢，新會陳皮呢，就係屋企曬谷場隔籬呢嗰幾籃皮，阿婆年年曬，年年傳，話1兩陳皮1兩金。邊個估到呢？今日真係變成金啊！有成283億嘅產值。283億？
阿全你唔知咩？依家新會陳皮呢，已經係唔止係一塊皮或者係一杯茶，同陳皮有關嘅產品呢，有成120種咁多噶。120種咁多啊！我呢就知道有即食食品，有時尚飲品，好似我嘅陳皮鴛鴦、陳皮美式，咁仲有呢養生產品、美妝護膚、健康酵素，可以話係食養裝健都齊全啊！啊，我諗到啦，哇！全哥，你突然之間咁興奮，諗到啲咩啊？我要加盟入去呢個283億嘅陳皮大 project。咁啊，全哥，你就應該要去參觀下中國陳皮貿易中心啦。聽講嗰度投資咗1.9個億，有冷鏈、精心加工、智慧倉儲，可以話係集倉儲、質檢、金融交易於一體，直頭就係為傳統產業安裝數字引擎啊！冇錯，去睇下陳皮呢係點樣從體天食飯嘅農業模式向標準化、智能化嘅現代工業體系轉型，要加入呢個200幾億嘅大產業，有排你去學習啊！德叔啊，陳皮骨、陳皮鴨、陳皮咖啡，你話我仲可以用陳皮做啲咩菜式啊啦？阿全啊，陳皮燉湯呢個系列呢都有排你做啊！係喎，我要用一碗湯將陳皮嘅養生功能發揮到極致。前哥，雖然佢個200幾嘅生意，你只係分到好少嘅1倍羹，但係你總算係為200幾億嘅陳皮產業貢獻咗你嘅力量啊！使乜講啊，蘿蔔妹，你唔好睇小我啊！我嘅陳皮美食唔只有傳承，仲會有創意。呢啲呢，就係我哋新會人嘅陳皮精神。看嚟前哥你真係學到陳皮嘅7顯密碼啦。經過一輪嘅考察學習，我知道我哋新會陳皮係點樣立規矩、建標準、搭平台、搞科研、做跨界嘅，係點樣嘅傳承又創新嘅。新會陳皮呢，從一塊皮到一個產業，從家庭曬皮呢到一個產業園，從阿婆嘅全家寶到國家嘅地理標誌，呢個呢就係傳承同創新嘅力量。傳承同發展呢，就係呢塊皮穿越千年，依舊呢生機勃勃嘅終極密碼。廣播小品左輪由你知，新會陳皮嘅出圈密碼經已播放完畢，多謝你嘅收聽。